大家好，我係 Corey Skinner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一步步講解下 Arc Genesis 房間校正軟件，同埋點樣去設定同埋進行你成套環迴立體聲系統嘅完整房間校正。市面上兩款常見嘅房間校正軟件分別係 Direct Live 同埋 Arc Genesis。咁佢哋兩者都被視為頂級嘅，兩者都非常出色。我自己就用緊 Arc，因為我有一部 Anthem 嘅前級處理器。所以我呢幾年咧一路都係用緊呢套系統啦。我自己就未用過 Direct Live，但係都聽講佢幾正。不過 Arc Genesis 就好易用啊，效果亦都非常之顯著嘅。我會一步步咁帶大家做一次。咁我哋即刻開始啦。佢哋有提到載入快速測量同埋進行快速測量，呢度就係你部 AVM70或者你用緊嘅任何接收器或者前級處理器，打開呢個畫面，我已經睇好同埋接駁好我個 Arc Anthem 空間校正嘛，所以喺呢個就得。跟住當你睇下嗰個 Audio Only 嘅影片，佢有講到入去呢度搞你哋超低音喇叭，我哋試下將佢調到大約75分貝。我而家大約係85，好，去超低音喇叭，第二隻超低音，嗰兩隻夾得幾好，所以佢有講到要喺度大約75分貝。我鍾意多啲低音啊，所以我想要85。總之咧，呢個係針對你嘅超低音喇叭嘅快速測量。跟住你翻返去呢度，正式啟動 Arc。好，入到嚟呢度，我哋就進入咗測量設定。單位就保持用英制。至於我哋高度喇叭，我得一組係裝咗前面幅長度，即係前置高度喇叭。去呢邊。我會改個名，因為我打算做幾次唔同嘅測量，一次係針對禁氣、禁電視同串流節目嘅環繞聲，另一次就淨係針對聽歌用嘅前置喇叭同超低音。咁我哋就隨便改個名，可以叫個人設定，跟住確保所有嘢都開晒，因為係個人設定，即係我哋全環繞聲系統，前置喇叭要開，中置喇叭要開，後邊嘅環繞喇叭要開，高度喇叭都要開。我哋後置喇叭亦都冇後背喇叭，而超低音就有兩個，我有兩個超低音，我亦都冇寬聲道喇叭。至於前置距離咧，我會留翻喺度唔喐嘅，因為當我哋做房間校正嗰陣，佢自己會搞掂。跟住我哋向下碌，哎呀，碌得太快啦，真係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個人測量 A，可以叫呢個做環繞聲，環繞聲。跟住我下一個測量 B 咧，將會係我哋會將佢開啟，然之後將呢個設定做天啊，呢樣嘢跳嘅跳去嘅，呢個將會係純音樂，好冇？都係一樣。所以前置喇叭會開啲寬聲道喇叭，我唔想中置喇叭播音樂，亦都唔想環繞聲喇叭播。我哋後置喇叭亦都唔想用天空聲道喇叭。但我想要超低音喇叭，所以聽音樂嗰陣我有超低音同前置喇叭，而佢環繞聲嗰陣我就有前置、中置、環繞、天空聲道同埋超低音喇叭，好冇？呢度仲有位可以做多個測量，嗰度又可以做多個，但我只係做兩個，好冇？咁我哋就佢繼續咁查下個咪係初始化緊。好，喺呢度話要喺第一個位置進行測量。第一個位置咧就係 sofa 呢度，即係你最佳嘅聆聽位置。跟住佢會由我右邊嘅前置喇叭開始。所以如果你睇下，因為我哋係咁樣設置，呢個基本上就係我哋佈局。我有咗前置、中置同埋右前置喇叭。我牆上有前置喇叭，裝得高啲，係升高啲嘅前置高度喇叭。我有兩個超低音喇叭喺前邊。後邊仲有兩個環繞聲喇叭，第一個位置係我哋首先要擺咩地方，即刻搞掂。
好，設置好，開始啦。好 ，ARK 準備好測量相對延遲啦。將支咪放喺主要位置，即係喺而家擺緊嘅地方。佢啱啱已經測試咗每一個喇叭。好啦，所以我哋準備繼續啦。好，搞掂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去第二個位置測量嘅，即係呢度大概喺中間位置左邊1尺左右。第3個位置會喺正中間，之後第4同第5個通常係喺後邊1尺左右，即係大概喺梳化附近，或者你嘅座位喺邊度就擺邊度。咁我哋而家去喐下支咪嘅位置啦。好，而家佢話要移去第3個位置，即係梳化呢邊。好，而家移去第4個位置，你可以見到大概喺梳化後邊1-2尺左右。好，最後係第5個位置。好，而家佢正在初始化數據，咁我哋啱啱搞掂咗呢邊嘅環繞聲，而家佢要求做音樂嘅同樣設定。佢正計算修正曲線啊！你首先要檢查下佢哋所有計算結果。咁呢個意思係，如果你望下左下角紅色嗰條線係綜合測量結果，你嘅目標曲線係黑色嗰條，呢條係你陣間要調校嘅。我哋陣間會教你點樣調校呢條黑色嘅線。咁我哋睇下呢度有綜合測量結果，而綠色嗰條咧就係 ARK 調校。你睇下綠色嗰條比紅色嗰條好幾多？紅色嗰條係你前咗同中置聲道目前嘅狀態，所以所有紅色嗰啲都係綜合測量結果啦。目標曲線係嗰條大嘅黑色線，而綠色嗰條咧就係 ARK 調校。你可以就諗向下碌，睇下啲數據係點。佢哋其實都幾接近。我唔係好中意前置喇叭嘅1萬赫茲嗰個高頻段有啲唔穩定，所以我哋會做少少調整。睇下可以點樣改善。Profile 2都係一樣，只係得前左聲道同埋超低音喇叭。呢度有個小凹位，然後喺尾段呢度同埋你前置喇叭嘅尾段嗰度又有一個。如果你喺呢度 Profile 呢個係我哋環繞聲設定檔，所以我會將佢命名做環繞聲。至於呢個專門用嚟聽歌嘅 Profile 2，即係呢度列出嗰個。我會將佢命名做音樂，咁樣佢就會喺我部 AVM70上面顯示出嚟。明白未？想加第3個設定檔，喺度睇翻啲再啟用，系統就會將環繞聲設定一併加入。如果我想呢度所有喇叭都用到，我可以咁做，或者我可以喺呢度攞翻音樂，佢哋就會剔走環繞聲同埋中置聲道。不過我唔需要第3個設定檔。所以我會維持用翻2個就夠，明白未？好，咁我就冇繼續落去。環繞聲模式會用晒所有喇叭，而音樂模式就只用前置同超低音喇叭。好，搞掂之後呢，我哋就喺下面嘅繼續。呢2個就係我哋設定檔，環繞聲同埋音樂，跟住佢會設定喇叭音量。呢度嚟俾我咁耐呢，左邊嗰個前置喇叭好似係加咗5度咁樣。
中支聲道俾佢-2我，右前置係0，佢環繞聲道又俾咗幾多我呢？呢邊係-2.5，嗰邊係-4，即係話佢音量水平設定得幾好。至於超低音喇叭，呢度加咗0.5音量，我哋1號超低音就加咗1.5，明白未？我哋繼續，呢個係音樂模式，都係一樣。呢度係-0.5，睇落呢個超低音係1，嗰個超低音就係0.5。繼續呢個調整目標呢部分先係最過癮嘅地方，明白未？呢度就係我哋可以進行所有調整嘅地方。呢度有個基本目標曲線，而呢條黑色線就係系統 Y 目標，代表緊你嘅中置、前置、後置同埋環繞聲道。跟住呢條黑色線呢，就係去到呢度，係俾你哋超低音用嘅。至於房間增益 Room Gain 佢預設嘅4.5，所以你睇住呢度。如果我將佢調低，你睇下會點？見唔見到佢點樣喐晒成條線？我會留翻喺原本嗰度，因為我想低分貝嗰邊高翻少少，即係原本嘅4.5，我會留翻喺嗰度。咁呢度就高翻少少。房間增益我唔會搞，超低音增強而家係0。你睇下佢點影響條曲線？見唔見到佢點樣將後邊嗰節推高嘅？而家後邊已經去到85分貝，所以我唔使開呢個功能嘅。跟住係傾斜度，而家係0啊。但係你睇下高音太勁，可以降翻落嚟。咁我哋將呢個調翻去0位先。我通常會將呢個設定嘅2個設定檔 profiles 入邊咧都改做一樣。而家係環繞聲模式，仲有音樂模式，同埋唔同傾斜度 tilts 可以校。或者呢個其實唔係傾斜度，而係傾斜起始頻率。我哋係指呢個點，所以我最後會咁做，因為我中意多翻少少低音，我會將深低音增強調高到1。記得之前 Audio Advice 嗰位仁兄都有建議咁樣做，加少少低音。咁當佢重新運行嗰陣，就可以保持住呢個深低音水平。最大修正 Maximum Correction 我哋前置喇叭只去到5000 K 係呢條線，而呢個係我諗將呢度整平嘅，跟翻我條曲線，所以我會將佢調到最大，好冇？調到盡，去到2萬，咁樣佢就會貼住呢條目標線，唔會出現高音同凹位，明白未？理想嘅話，我哋想佢跟住條曲線走，咁所以我會落翻喺呢度。咁我哋中置喇叭都係做翻同樣嘅嘢，我會將呢個調到20，呢個黑指數值都調到20，咁樣佢就會全程更加貼住條線。到天空聲道呢度，我都係做翻同樣嘢嘅，我唔會搞個超低音喇叭，我唔會掂個超低音喇叭。跟住去我嘅音樂設定，我都係做翻同樣嘢嘅，我會將呢個調高到1，呢啲調到20赫茲。超低音喇叭我就唔喐啦，呢個係幫朋友整嘅音樂設定。好，翻去環繞聲設定，佢繼續。好，而家你見到啦，當我將嗰個數值由5000赫茲調到2萬之後，睇下條綠色線，即係我哋經調整過嗰條嘅，點樣升上個曲線啊，再落翻嚟，而且全程都好貼住條線，全程都貼得好實，真係貼得好實，由頭到尾都係，即係話你真係可以講呢條曲線已經係完美，冇得再好啦。雖然話呢度有少少偏差，但係講真已經好唔錯啦。跟住呢度係我哋天空聲道，同樣都係全程貼得好實。超低音喇叭喺500嗰度我根本唔介意，因為反正去到呢度就會被切斷，由我對坐地喇叭接手。但係你睇下個超低音嘅80嗰度幾貼條線，仲有呢邊呢個都係簡直係一流。去睇下我哋音樂設定啦，都係一樣啦，條綠色線全程都貼得好實，佢落好正。好啦，最後一樣我哋漏咗未做嘅，就係啟動呢個自動雙位調整。咁我哋要喺嗰度，呢個過程會花啲時間，所以我會快轉跳過，主要嘅聆聽嘅位置啦。好啦，
搞掂之後 ARC 已經完成咗你前置聲道同超低音喇叭之間嘅上位優化，將設定上傳去你部音響設備度就完美啦。咁去到呢一步，我哋就要去上面嘅檔案，然後儲存啦。同樣呢，我會用2025年做個日期標記嘅。12/12 ARC， 咁儲存就得啦。之後上傳去你部裝置，上傳完成。好啦，去到呢一步，當你喺上面嘅檔案儲存又上傳咗去你部裝置之後，佢就搞掂啦。咁我哋而家去 ARC 嗰邊話時話呢，不如我哋直接將佢縮細，之後將佢再開翻出嚟。而家如果你入去喇叭設定，去到環繞聲嗰度，你就會見到你嘅音樂設定檔喺度。睇下佢幫你設定好嘅距離同埋音量水平，佢確實佢哋嘅數據，所以距離數值有冇怪？但係佢嘅建議唔好改動佢哋。音量水平都係一樣啦，呢啲大部分都係喺中間，知道呢樣嘢都幾好。環繞聲同中置聲都係負數，環繞聲係負數係好事。有幾樣係正數，即係掛牆嗰對前置喇叭唔好亂咁喐嘅。等我翻去輸入嗰度先。呢啲就係我用緊嘅輸入裝置，係 4K OPPO 嘅。其實我而家都唔係好點用 PlayStation 啦。我個黑色盒係用佢嘅有線電視同埋其他嘢嘅。如果想睇關於嗰樣嘢嘅影片 ，VC 絕對係最好嘅選擇。OLED 電視就淨係用佢嘅電視，仲有條同軸線。我最近玩緊唔同類型嘅音樂串流播放器，跟住音樂。好啦。如果我想打開呢個，就係呢個掣，係 4K OPPO 嘅環繞聲係實際嘅喇叭設定檔，係經由 HDMI 1預設係用翻上次嗰個 Dolby Digital。我想要 Anthem 校正，諸如此類啊。好啦，所以當我哋串流同電視嗰陣呢，就係用我個黑盒係 HDMI 3，喇叭設定檔都會設做環繞聲 Dolby 嗰類嘅。好啦。跟住咧，好似我聽歌噶，就係純粹聽音樂，咁所以呢度其實會係音樂喇叭設定檔啦。好啦，佢會以模擬信號輸入，因為我係經由 DAC 即係數碼模擬轉換器嘅行。好啦，咁所以係全聲道環繞。其實我可能會喺呢個，你知啦，反正都係得3個聲道，不如就用呢個，即係2個前置同2個超低音。咁所以我其實可以就滯留咗呢個設定。搞掂，所以如果你中意，你可以整多幾個咧，佢設定我哋咁多輸入端，咁就搞掂啦。好啦，各位，大概就係咁多。好啦，當呢啲全部搞掂，你處理好 R 嗰邊，調校好晒，確保嗰啲綠燈穩定，顯示成你想要嘅狀態。試聽下，翻嚟呢度，你可以調整你嘅 R 設定，然之後喺度檢視同重設校準，或者唔好意思。係重設目標曲線，就係咁樣做咧，呢部機嘅聲一定會好正。好啦，咁呢個就係空間校正。